本人是87年的，属兔的，老家西北人。从小到大呢，就对玄学呢充满了兴趣。小时候听老人说我体弱啊，给我叫过2次魂儿啊，偶尔也会梦魇住。大家知道小孩啊，我的这个老教都知道，小孩梦魇啊，这半夜蹦起来啊，或者叫魂儿啊，发烧之后叫魂儿啊，他都经历过。11、12岁时去世了的姥爷托梦于我，让家人解决他坟墓里边啊破洞积水的问题。梦里边姥爷说：“哎呀，他姥爷已经去世了。梦里边说姥爷说，我的房子啊又冷又湿啊，这个你不赶紧帮我修修啊，我漏水了。”这个孩子11、12岁啊，他有灵性体质，他是梦到了，别人不知道。结果呢，他毕竟是个孩子呀，他过了好几天他才想起来，他就告他妈，他说妈，我前几天我梦见我姥爷了，我姥爷梦见什么？我姥爷